关心咱台视新闻的独家画面，这是新北市邦桥中庆国中附近的黄昏市已经有40年的历史。和附近的民众检举讲，违规摆摊位占到停车位，若是发生意外，安尼代志就歹收煞。消防车和救护车拢驶袂入去，影响住户的安全。已经检举几落届，拢无卡抓，无人来开罚单。新北市市政府是讲，原因是因为考虑到市民需要这个市敢会当提醒摊贩卖违规，慢慢辅导因会当合法。 赶快清掉好不好？不要占用到人家的停车位啊！大声提醒摊贩唔好占伤济所在。市场组织会委员到下晡2、3点就开始巡街，就是为着要管理。因为伫咧新北市邦桥的黄昏市场，常常互人检举，根本是违规来摆摊。你知道在这边骑车或者是走路，常常都会被机车就是碾到脚。那如果说哪一天这个市场里面如果真的发生了需要救护车或者是火灾的事项的话，那请问谁来负责？每天下晡3点到暗时8点，邦桥中庆国中边仔的市场就变甲闹热滚滚。唔但人甲车是真济，骑街出入无方便，甚至可会出现占用停车位的情形。黄先生检举10几摆，提出市政府的回应，这块市场是互认定属于非营业许可路段，但是从来唔捌看过有人来取缔，情形嘛无改善。像这有什么问题，我们就会去处理，然后像 旁边停车格什么，我们都会清空嘛，然后慢慢去改进。强调动线有规划，人甲车的安全拢有加强管理，但要互所有的徛街拢会当同意摊贩来摆摊，变做合法的市场，实在是有困难。组织会讲，敢会当靠互相监督，希望有一天会当来合法。当地的一个市民对这样的一个日常采买的一个需求有其一个需要性，我们希望说能够寻求一个共识。黄昏市场在地经营40年，虽然即马无合法，摊贩甲徛街拢有家己的立场，恐惊短时间内也是无法度来讲好成。记者综合报道。